请观赏《误我青春20年》。啥人啊？什么人？啥子啊？哎，啊，就做不啦，做不啦！啊，你若是搁啉烧酒，啉到安尼水茫茫啦，这阿妈你搁你啉啦！来，我带你转，我带你转。我袂转去，我讲过我无厝啊。老爸无我一个囝。好啊，你莫搁讲迄酒话啦，行，我带你转，我带你转。我爱转去啊！水大少，我来找伊。伊甲我讲，我老爸想要要对待我，就算讲我老母是一个趁食查某，伊嘛无应该安尼对待我。唉，恁老爸也实在有影啊！安尼啦。水大少，你甲我讲我老母的代志，你莫骂我。我忍耐着，我起笑，你知无？好啦，我甲你讲，恁老爸就一直要你后禁止讲，叫我就袂免讲啦。啊，不过我看你安尼也是真可怜。唉，恁老爸无应该讲将一切过错吼，拢加伫你的身上。恁老母叫做吴秋华，伊是一个有志人的查某囝。听讲伊甲因表兄真相好，恁老爸为着要贪着吴家的财产，也毋才就一直追求恁老母。规矩尾，恁老母也互追到手，也毋过结婚7个月时阵哦，也就生你。啊，从恁老爸甲医生伊讲吼，你一定就是吼恁老母甲迄个表兄所生的。啊，两个毋才从安尼一直拢袂和，一直伫咧玩。一直到第2年生年小弟的时阵，拄着恁老爸事业阁失败，啊，从恁两个才离婚。我这是毋是阮老爸亲生囝？无啦。不过恁老母坚持讲哦，你就是阿青的后生啦，哈。无吼，恁离婚的时阵，伊哪会将你交阿青啊？啊？若是讲毋是阿青的囝。伊就顺续甲你拖走就好啊！我到底啥个囝？生我，这个嘛无啥清楚啦。我敢断定讲哦，一定是哦，恁老爸咧疑神疑鬼，啊，毋知这代志变到安尼拢袂收线。我要证明我的身世，我要找我的老母。朱小姐，你知我老母即摆伫倒？10多年前吼，有人咧讲哦，恁老母伫咧台北，啊嘛有写伊遐住址互我，啊无我就要摕互你去找看卖啦，吼。我多谢你，朱小姐。哎，阿文啊，你等我走啊，阿文啊，哎。你是迄个阿平找我干这个做事的，你无资格好做我的。阿爸，没干。阿平找我做干事的，你等我阿爸。哎呦，你喊大声要惊死人！主文啊，你昨暝食酒醉哦，去水泉因兜，啊水泉才插你转来了。哎呦，主文啊，我知啦，恁老爸哦，已经得病院有讲的规句啊，啊你心情就咧歹，啊，就咱来啉酒，哎呦，
煞煞去啦，啉酒袂解决的代志哦。你这代志若阿官知影哦，伊毋知要偌伤心咧。恁老爸甲医生，你讲吼，你一定就是吼，恁老母甲迄个表兄所生的。我来伊一直怀疑我是伊的囝，我来去找我老母。子文啊，子文啊，啊你家己一个人咧细细念，是你念啥呀？好啦，听即嘛，咱阿爸即摆有病无？有啦，还伫病院啦。讲若无啥要紧哦，下晡啊拍算会出院转来，吼，无要紧，你休过去休过，嗯。迄个代志才拜托你决定啊？唉，甲袂袂咧，花地若要滴，我总总予伊啦。好啦，既然你决定啊吼，安尼无我则甲乡长讲，请乡长啊去通知总经理。好啦，我拜托你。阿七伯啊，啊你若怪你病加住几工啊？袂死啦，等来厝里休困也共款啦。有看主强无？无看到呢。管啦，关系你甲主强的代志哦。连工才讲，啊，连工才我讲。主强毋是讲要找遐个老婆，啊要替主文含一寡钱，那到即摆无看人，我咧想哦，一定出代志。头家啊，袂啦，啥物咧卖啦？这拢是主文哦，这个死囡哦，伫外口安尼决定拉开，啊，等下佫甲老婆借钱哦，啊，才害主强安尼，毋正囝袂正囝，我就要甲打死。子文啊，你若爸伫遐？我看，陈小姐，你要无用，我话要甲阮阿爸讲。阿爸，无啥物通讲啦，主强你甲我找转来啦，万一若伫外口叫老婆拍哦，我绝对无原谅你啦。我会去找主强。阿爸，我要我离开厝为止。哟，讲你两句也无欢喜啊！啊，看来要搁出去啊！呵呵呵，我就知咧，外口老麻做习惯，啊，佚佗了好啊，厝会住袂掂。当初我等下我嘛无希望搁再离开啊。我较早少岁，毋捌代志伫外口学袂做，上你的死。因我等来了后，我嘛是认真拍拼做工课，想要友好你啊。好啊，莫甲我讲到遐好听。我知影你袂相信我讲的话啦。就趁就自细汉到今，我一直顶袂着你的龙眼共款。我无要求你互我啥，我甲希望你会当把我当做你家己囝。阿爸，20多年来我哪无人会？你家己变下去的啦。无定就是，也不过你偏心听主强，你敢有关心过我？啊，你即摆毋着咧怪我？我老实甲你讲，你小弟哦比你较巧，比你较聪明，比你较才能啦。是啊，伊比我较巧，比我较牛。也毋过阿爸，你敢有想过？你会当对一只破病母仔囝，遐尔小心要照顾到大只，好用起来？也毋过你对一个无路用的囝，你敢要付出一点仔关怀甲爱心？较早我毋知影，我谁来对你的心目中比这有较不如。今晚我知，因为我的老母。你怀疑我毋是你的囝？好啊好，
莫甲我讲遐多，吼！哈，你要出去，即马就甲我出去，莫甲我讲一大堆理由，我听袂落去。我认为我应该讲清楚，我也讲清楚才离婚。因为这个我是我的老母，我毋是甲你讲，恁母啊早就死啊啦！伊还活咧啦，伊叫做吴秋华，最大一讲的。我必须要证明我到底是啥物人的囝。我袂用互你用怀疑眼光对待我一世人，对我来讲太不公平，太残忍了。在我心内，我一句话袂当无讲，那就是自细汉到今，甚至将来，我心目中有一个老爸，就是你。无人会当代替你在我心目中的地位，因为你予我生命，你请用我长大成大。我听水蛇姐讲过，我细汉的时阵，甲破病真严重，就是你送我病医，才挽回我的性命。我一直想要做一个有效的囝来报答你。不过，阮老母在你心目中的名，你莫予我这个机会。爸，请你原谅我。你敢会来走？好啊，在家里，我袂当无走。你真是要出去？你若要出去，你永远就莫甲我转来。你家己保重。阿爸，你甲我讲一声，我要离开了，为我的小配合。是，为着老，我不应该安尼伤害。我看我讲，你嘛是我的后生，也是我一手一段。主文。我知道。喂，王主文有伫咧？你出去啊？好，麻烦你甲转达一下，叫王主文提钱来放人。因小弟啊，主局即摆伫阮遮。出去？出去有钱无？天暗以前，王主文若毋提钱来放人，阮就互伊剩一骹一手。喂，喂，喂！阿青妹，你先走啦。出去叫人我阿去。这个死囡仔，这个死囡仔，甲我做这款代志，害小弟叫人我阿去。欠人的钱啦，欠
欠人的钱才害小弟安尼。其实，迄个钱毋是朱文欠的啦。无敢会我欠的，啊！啊，事实哦，因小弟就去罗马去，你甲我找朱文转来啦。朱文你讲，拄才出去，讲啥物要离家出走。那我今来去找伊。今日找吧，今日找吧。这款代志，这款代志。咱再讲啊，你有嘴讲啊，我也是共款啦哈，我甲你讲，好啊，你啊，扯啦，扯啦！哎呦，阿妹啊，你来拄啊好啦，我甲你讲，你一定要替我主持一下公道啦哈。阿妹啊，你要创啊？你高兴？你要创啊？啊是啊，是吧？我要搁出国了。哈，你搁要离家出走哦？什么离家出走？是出走离家，远走他乡啦。哦，安尼哦。嘿啦。那你搁要去做流氓？你嘛小拜托的，龙麻两字万讲，歹听歹听啦。对，流氓歹听。爱讲兄弟，因为这兄弟吼比兄茶搁较臭屁呢。对啦哈，兄弟好听。兄弟嘛听讲，人是要做得家呢。得家哦。哦，得家哦。是咧黑白讲啥？啊！较细啦，会听咧。喂，请问白经理毋知有一个无吼？哦，无来上班咯？好，谢谢。有啦，李平啦。啊，假无啦，地个李平哦，可能要去车头的款哦。阿图，去开门哦，可能顶着人来。好，师傅您。唔客气。我唔相信讲你唔会。真久无看。怎样想，拢想无。姐，真久无看。安怎？这10外年无见面呢，敢讲你袂记我是？我知，我知你感觉真意外。其实我嘛找你真久。我是感觉真意外，感觉我处着无欢迎你这种人。哦，安尼算讲你真杀人去？你毋是我的人。对，我毋是你人，我是林安。你较早红晒，莫搁讲，安怎？咱讲迄是假设，你甲我结婚，而且阁有囡仔，莫讲我好。莫讲，如今你受理起来，也阁是遐尔啊迷人。只可惜，你以前就是缺少找人迄种热情。你较早毋知影通好热情，袂晓使。莫讲啊！莫讲，安怎？
你无听人咧讲是，拍是情，骂是爱。如今20年前，你害死咱的亲骨肉，20年后，我要叫你搁再替我死一个。天机，我跟你讲，我即摆是几多间公司的头家，这是我的名片，请你收起来。有时间，敲一下电话。我跟你讲，我会搁再来。我拄则所讲，一定会实现。我要叫你搁再替我死一个后生。你听无清？我要来讲一遍，我要叫你替我死一个后生。李春雨，妈妈，我先别等。